Hello，大家好，我係莊臣啊。咁我喺12月15號嘅禮拜一啊，泰國柬埔寨戰爭衝突呢就係今日進入咗第8日嘅。泰國呢就吸取咗上次簽署和平停戰宣言之後呢，柬埔寨出爾反爾嘅教訓啦，認為任何第三方國家強加嘅和平都係暫時嘅。咁就唔蘇美國總統特朗普、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繼續喺邊境接壤嘅白國府呢就大打出手。知道咧，馬來西亞即將卸任東盟輪值嘅主席國，咁年底咧就要交棒菲律賓，人味酒茶已經係涼咗一半啦。安華之前喺社交媒體勸喻雙方咧13號嘅晚上10點咧就即時停火，咁遭到泰國柬埔寨嘅無視之後咧，只能夠無奈咁樣表示佢只係作為中間人提出 offer 建議，並冇要求你哋雙方具體到咩鐘數、咩時間一定要停火。咁佢身輕言微，攤開雙手，表示唔想理，亦都理唔到，睇唔落，亦都冇眼睇，一副你哋打死巴就唔好揾我 ，up to you 嘅態度。第8日嘅衝突已靠近泰國灣嘅真核達，即係德蘭府啦。局勢呢又最為緊張嘅新增5個事件呢就係實施宵禁，部分嘅村莊呢除咗治安隊嘅聯防人員以及政府嘅必要工作人員呢，已經係全部撤離前往政府臨時設置嘅戰時庇護中心。從之前嘅苦口婆心呢，口頭勸喻已經係改為強制執行撤離啊！咁咪強調呢，衝突平息之前，村民都係唔可以翻屋企，違反者呢將以違反呢防止災難處理緊急法論處嘅，咁刑罰坐監2年嘅，即係紅心開片打交你坐監。之前仲係一直都有好多村民呢，就佢匿喺屋企度，然之後收足簡單嘅掩體呢，躲避戰火。海陸空3條線呢，泰國嘅空中優勢呢就最為明顯，可以講話係如入無人之境。咁除咗定點轟炸加油站、存放 B-21火箭炮嘅彈藥庫、物資存放中心，以及改造成臨時軍事指揮中心嘅賭場，仲轟炸柬埔寨境內嘅橋樑設施，希望係切斷柬埔寨由其他地方調往邊境衝突地區嘅燃油物資運輸補給線。邊境衝突地區呢係冇類似部署喺柬埔寨首都金邊呢，攞嚟專門負責紅心安全嘅防空導彈系統呢。咁講個系統，你要好多個嗰啲先叫系統，你得一個嗰啲叫咩系統？你得一套嗰啲叫咩系統？咁邊境嘅防空區呢，就係好似砧板上嘅肉呢，基本上就係任人宰割㗎啦。但係你冇紅旗12防空導彈唔緊要，咁佢哋最主要係發明用嗰啲托喺膊頭上嗰啲火箭炮呢，就係對住 F-16嘅戰鬥機呢，就發射炮彈，咁企圖擊落戰機之外呢，柬埔寨今次呢又仲諗出咗新招嘅，咁啊再一次祭出咗神秘力量，咁動用法力無邊嘅高僧大師呢，上次唔單止號召大師呢念經作法事，為嗰啲 B-21嘅火箭炮呢就加成個命中率，即係你打得準一啲。咁今次就升級嘅，請大師呢做法事，念咒語就干擾 F-16戰機嘅信號。ខ្ញុំសូមបួងសួងដល់ទេវតាដែលរក្សាទិសទាំង8ខ្ញុំសូមបួងសួងដល់ម្ចាស់ទឹកដល់ម្ចាស់ដីរក្សាពុកផែនដែនកម្ពុជាខ្ញុំសូមបួងសួងដល់បុព្វបុរសខ្មែរ屌你做法事呢，就去做人做，你至少俾個模型，你冇1比1嘅實物呢，好心嘅大師你都用個手機打開下 Google 搜索下，提供一張照片呢俾啲柬埔寨嘅神明呢見識下 F-16呢戰機人生咩樣，俾啲神秘嘅通靈力量呢就開下眼界。因為我認為呢，連橋底下即係打小人呢一種呢私人恩怨嘅私人糾紛呢，都似模似樣咁樣整個稻草人喺度，咁黐咗個名喺個額頭度，報個朵，即係提供個特技，提供個目標俾人哋。咁有冇做到幾多？嗰啲係另外一回事。而家你事關兩國嘅戰爭衝突，你攔截阻擊 F-16呢啲咁大嘅工程，你連個實物、連個模型你都唔擺。咁柬埔寨紅心政府咧無法無天撈咗咁多年灰塵，積攢起身嘅豐厚身家，就從來都係冇諗過咧添置啲現代戰鬥機呢種高級嘢嘅。咁其實我諗咧，佢就唔係話冇錢買唔起，培訓個飛機師都應該係問題唔大，但係防住嗰架戰鬥機
調翻轉頭嚟炸自己，先至係佢考慮嘅問題。咁柬埔寨依家日日俾人炸，係嗰班柬埔寨高僧大師嘅錯，定係無邊嘅法力呢？就係失去作用唔 work。咁我諗呢，冇見識過嘅嘢呢，你叫班大師，就算有無邊嘅法力，其實去到邊度揾嗰啲用武之地？你自己嘅國家冇，柬埔寨大師呢拋個金身出嚟親赴前線，想瞄下對方嘅 F-16生咩樣？你班執行轟炸任務嗰啲泰國兵呢，咁驚死做乜嘢？你飛慢啲、飛低啲，同埋飛入啲係唔得嘅。次次大師我啱啱起好個壇，打算施法，而且又剛剛起到啲壇，請到個喉嚨，打算誦經念嗰啲咒語。泰國啲 F-16就收到風聞，落荒而逃。泰國嘅軍隊指揮中心呢，將於16號朝頭早舉行嘅國家安全會議上建議呢，就封鎖泰國灣，切斷柬埔寨從新加坡等其他國家地區購買經海路運輸嘅燃油。同時建議將泰國灣呢就設置為禁航區，禁止漁船、商業貨輪、郵輪靠近。柬埔寨雖然係冇似模似樣嘅海軍，但係依然有從陸地呢就往海度無差別猛射嗰啲火箭呢炮嘅能力嘅，即係俗稱嘅炸魚啦。寧做太平狗，莫做亂世人。泰國灣啲魚呢，聽到啲炮聲都係表示，邊個話就得亂世嘅人嚟做？亂世啲魚呢，狗都不如。咁鋪下頭呢，想唞下氣，都係咁奢侈嘅事情。想俾海軍、空軍呢啲斷層式嘅降維打擊，陸軍嘅地面部隊投入嘅資源最多，軍隊呢係以萬計，但係推進嘅係最為艱難。到目前為止呢，犧牲嘅16位士兵呢，全部都係陸軍嘅軍種。雖然已經喺地面作戰呢，搶佔到邊境線上呢大部分嘅高地位置同埋工事掩體，尤其係爭奪佢哋俗稱嘅500斜坡高地嘅時候呢，柬埔寨班拖鞋兵呢，甚至落荒而逃，連啱啱購置嘅中國製反坦克導彈呢，就好似丟垃圾咁樣棄置咗喺嗰度。睇上去呢，就好似係新貨啱啱到嘅，啲拖鞋兵拆開啲包裝呢，打算揾下啲說明書，研究下即係點用，個陣地就已經係冇咗。柬埔寨呢，繼續沿用電絲底，係電卡底嘅 B21多管火箭炮呢，運喺村莊居民區入邊呢，就向泰國嘅方向無差別猛射，打中邊度算邊度，打中邊個算邊。但係喺 B21嘅射程範圍內呢，即係距離邊境線80公里，泰國嘅村民呢，基本上已經係撤離晒㗎啦。除咗擊中嗰啲房屋造成嗰啲損失之外，炮彈呢打中平民，導致直接死亡嘅案例，到目前為止第2次衝突係只有1-2例，咁就唔似上一次毫無防備，死傷慘重。造成地面部隊推進緩慢嘅原因呢，第一係廣泛應用於俄烏戰場嘅無人機戰術，由嗰班柬埔寨灰產呢獨家提供捐錢贊助購買嘅無人機呢，通常都係有一台有印象系統嘅無人機呢，咁佢就負責喺高空度呢就選取同埋鎖定個目標，其他嘅無人機呢就喺收到個指示後呢再投放一啲小型嘅炸彈，咁就攻擊呢啲軍事設施同埋泰國嘅坦克車同埋啲泰國士兵。泰國嘅軍方情報機構呢，透過竊聽無人機嘅通話內容呢，顯示通話指示內容有夾雜住大量嘅英文指令。懷疑呢，依家同泰國兵打緊仗，熟練操控柬埔寨無人機群嘅係喺柬埔寨境內嘅國外僱傭兵，矛頭係直指嗰班俄羅斯人嘅。咁人移民局表示呢，就會特別留意單身匹馬進入泰國境內，然之後繞道進入柬埔寨嘅俄羅斯人。第二頭痛嘅就係嗰班元老級嘅拖鞋兵呢，長期盤踞喺邊境嘅衝突區，有啲甚至乎係長達30年嘅豐富鬥爭經驗。畢竟啲樹有啲都冇30年咁長命，佢哋嘅人生呢，無非就係3大要事嘅啫，即係食飯、瞓覺，仲有搞事情。你飯可以食唔飽呢，覺可以唔瞓，但係搞事就係唔會停嘅，因為搞事係為咗有飯食，食飽飯呢就係為咗更好咁搞事，大家冇覺好瞓。如果爆發衝突局勢
場面係舒適嘅，佢哋就會暫時咁樣退縮，撤退到後方隱蔽工事呢，就係暫時避下風頭。如果間中呢可以搶奪到一兩個高地或者係工事，基本上佢哋都唔會即係話亂斬戰果咁樣搶到好嘅位置呢，佢就喺附近嘅地區呢，就係埋雷，咁就防止嗰啲泰國嘅士兵靠近嘅。記低嗰啲地雷嘅位置之後呢，就會轉移到其他有需要嘅地方繼續搞事。除咗無人機同班老嘅拖鞋兵拖住泰國軍隊，仲有洪森喺柬埔寨軍事指揮系統入邊說一不二嘅軍事指揮權，佢哋都係有優勢。雖然深居金邊坐鎮，但係能夠及時綜合邊境軍隊嘅情況呢，就洪森單線指揮調度可以做到靈活觸權。相比較之下呢，泰國嘅軍事指揮系統呢就係比較複雜，戰情呢就要層層反饋，然之後命令呢啲 order 呢就要層層咁樣下達落去。咁何況呢頭上而家仲有個緊箍咒，我哋一直都唔明啊！佢哋一直都係強調軍事行動呢就適當、對等同埋匹配。眼到天已經係全開綠燈 full authority， 暗示泰國軍隊呢有全部嘅權限，對柬埔寨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係打仗還打仗，你兵馬未動呢都係糧草先行嘅。軍隊嘅補給呢，到咗依家仲係要依靠嗰班文官調動，即係嗰個複雜臃腫嘅政府官僚系統，好大程度呢都係拖累咗泰國軍事行動嘅節奏。直到依家，泰國依然都係未使用更加有效率嘅戰時撥款預算方案。呢個可能同冇宣布戰爭狀態有關啦，即係雙方打成咁呢，都只係衝突。遠在天邊嘅，即係喺地球另外一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就係隔空喊話叫停火，打咗泰國70大板，打咗柬埔寨30大板之後呢，就話泰國嘅士兵呢踩到地雷係屬於意外，泰國軍事行動呢就防衛過度啊！泰國人覺得非常之唔啱聽，話特朗普你收皮啦！你金毛你邊度嚟嘅自信？個 app 呢改名做 True Social。安華嘅分量因為離任呢就已經係分量好輕噶啦，咁就換成曾經痛擊柬埔寨嘅猛人越南介入啦，充當調解斡旋嘅角色。咁外交部長呢就於今日15號呢就係訪問泰國嘅。東盟16號即係聽日呢就會召開特別外交會議，希望係調停衝突，將會商議呢係咪派遣由東盟各個國家呢駐泰國柬埔寨兩國嘅大使館入邊，佢哋有武官嘅，組成東盟觀察團，即係 AOT 落場去到邊境嘅衝突前線呢就視察戰況，同埋尋找泰國柬埔寨第二次爆發衝突嘅真相。咁美國佬70大板，呢啲泰國唔受，到時候東盟兄弟即係 AOT 觀察團呢，嗰啲所謂真相，我相信都係各打50大板啦。咁嗰啲泰國又受唔受？如果唔受，美國46%嘅報復性關稅，佢又受唔受？即係你每年同美國呢，每年400億美金嘅貿易順差，你嘅經濟命脈呢係喺人哋手上。咁今日美國嘅白宮發言人呢已經係出嚟表態嘅，揸住支棒呢，關稅大棒呢又出嚟揚下揚下。全世界都知道佢想做乜嘢，但係又無可奈何。泰國嘅總參謀長呢，之前喺醫院探望傷兵嘅時候呢，接受記者採訪表示，話呢一戰呢要廢晒柬埔寨嘅武功，為泰國嘅子孫而戰，永絕後患。咁今次泰國係要撐到恨，寧願只傷經濟命脈，都要打斷晒柬埔寨嘅筋骨，同歸於盡，定係今次又係就咁算？然之後等住柬埔寨呢稍微唞定啖氣，打多啲詐騙電話籌集資金，然之後買多啲武器，然之後等伏着，周而復始，泰國永無寧日。咁相信聽日東盟開完呢個咩特別外交會議之後呢，就會有更進一步嘅消息嘅出嚟。AI 時代呢，依家仲純手工咁樣手搓視頻，呢個新頻道啦，錄製同埋配圖、揾資料、特效，咩都係自己一手搞嘅。如果睇到或者話你可以引導尾段呢一度，就不妨點個讚、留言或者係加個關注嘅。Thank you very much。Sawadee krap，晚安。